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哪一种诠释资料标准适合客庄文化资源来使用。客庄文化资源是客委会在民国94年就开始推动客庄文化资源普查的工作。截至107年底，有70个客庄文化重点发展乡镇，共计执行了46个乡镇。客庄文化资源普查目前已经累计了26万笔的资料。为了让各界更了解，而且更加的容易使用，我们成立了客家文化资产数位网。客委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致力于客家文化保存推广工作，透过网络数位平台的方式，向国内及国际社会展现台湾文化的多元样貌，并汇集全球客家文化相关的讯息以及文化资产，透过各种方式来推广客家文化保存的成果，以促进各界对文化的参与，还有客家文化的认同。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累积能量，在民国98年以来，逐步的盘点客庄文化资源，保存客庄文献、文物等数位影像，逐年建制数位台湾客家庄典藏系统、客家文化数位网以及客家文物联影网、客家传统建筑数位影像网、苗栗铜锣伯公主题网、客家历史影像平台等等的网站，这些都能够促进客家文化推广以及传承。这些网站的属性有些不一样，为了让使用者能够容易使用，提升民众使用的便利性，在109年，我们建构了客家文化资产数位网，整合影像、建筑、民俗等文化资源，将其独特性、珍贵性的客家文化资产，透过单一入口的网站，引导民众认识客家文化，带领他们进入客家文化的数位世界，同时也满足研究人员对于文献史料的需求，进一步带动全民保存的风潮。客庄文化资源的基础就是采用 metadata， 这是一个必备的一个基础。因此，在成本效益有限的情形之下，我们不可能提供所有物件的全文查询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，metadata 也就是后设资料，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把一群庞杂的资料予以结构化，将它成为一个替代性的资料，建立资料跟资料之间的相互关系，来方便检索以及再利用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客庄文化资源普查目前的成果。建筑方面有2000多笔，在文物方面有1445笔，语言文化有24笔，口述传统知识总共有110笔，饮食方面有30笔，这些都会出现在客家文化的网站上面。那它的资料有诠释资料的辨识码，还有它每一笔的名称，例如说造纸的时轮，那也会提供客语的名称，然后也会提供提供者的名称，还有它的尺寸以及它的颜色、保存的状况以及摘要性的介绍。例如说刚刚谈的就是造纸所用的，那它会把简单的一些相关的讯息摘要都把它放置在网站上面。那网站上面的资料呢，相对于就是比较简约、比较简单。那这些资料会让使用者能够直接的使用，所以他们的栏位是经由挑选过。那这些资料的后部的话呢，就是来自于一个完整性的诠释资料。那完整性的诠释资料就比较繁杂，有些也并不适合放在网络上供大家使用。
那在网络上的资料呢，有时候也会放一些历史渊源，例如论述这份文物典藏它的历史渊源为何，还有它所发生的地点、时间、相关的人物，以及它所设的关键字。例如说，这份关键字是新竹的竹北、南坑，然后坐址、石轮，然后周天禄家族等等的。那也会放置创建年代，这些都会出现在网站上面。而客庄文化资源诠释资料的完整版是放在后台。首先呢，它会有一个类别码，也有一个原始的编号，以及踏查的日期，还有文化资源的种类。像这份资源可能属于民俗庆典或者是生命礼俗。然后文化资源的名称，还有它的别称、客语的拼音，以及建档的人员、异动的人员、创作者以及提供者，还有它可能会发生在的地点。图档的名称也是很重要的。接下来会谈到的就是它筛选的理由，例如说它有民间高度的认同，还有它的一些特色表现的形式，以及它所在的地点的地理位置。这边我们的标注方式呢，可能会用经纬度的方式来做标注。关键字，把每一份文物的关键字把它登录下来，还有它登录的状况、踏查的单位以及踏查的人员、更新的标的以及更新内容的简述、备注以及更新单位、更新人员都会把它放进去。建议的主项目、建议的次项目、建议的理由、图像的号码、历史脉络以及保存价值、地区整体的特色、地理区域、简单叙述，还有它的来源、年代、文化类型、文化的意义、分布的范围、特殊的价值以及描述资料的来源、保存的单位、保存单位的地址，还有所在的区域、历史的源流。历史源流的资料来源也许是一本书籍、图书，保存者的技术、学习简历，或者是节庆举办的时间、举办的周期是属于每年还是每个月都会举办，举办的地点，还有举办的村里、主办的单位、相关的联络人、相关的联络电话、地址，这些都会很详实的记载在我们的诠释资料里面。那这些诠释资料，我们会经由专家来加以注入。那在注入上面，也是各位同学可能会发生的问题，就是可能栏位的不一致，资料的重复性很高，资料的空白以及资料的错误会经常发生。以上就是客庄诠释资料的相关的一些讯息。